我見到嘅嘢咧就係佢一開頭有4個數字啦。咁啊，第一組、第二組、第三組分別做啲咩咧？第一組係原本嗰組嘅數據，第二組就乘咗2，第三組就加咗3。咁我哋要知道佢考緊嘅概念就係 mean、range 同 variance。mean 就加減乘除都有影響 ，range 就乘除有影響 ，variance 咧都係乘除有影響。但係如果譬如乘咗2嘅話咧，佢個 variance 就變咗乘咗4。咁好啦，我哋知道呢啲嘅時候，我哋嘗試做落去啊。咁啊，例如 M1 我哋叫做 M 啦。咁因為你知道佢個 mean 啊加減乘除都有影響噶嘛，咁所以咧佢就會變咗做啲咁樣嘅嘢啦，即係個 M3就會變咗做 M 加3。跟住咧 M2嗰度就乘咗2嘅，咁所以咧其實佢係2M 嚟嘅。咁而家你見到咧呢度係叫2M加3，呢度係2M 啦，大過佢，好合理啊。跟住睇個 range 嘅話咧，個 range 有冇變化咧？呢個 range 係冇變化，即係本身佢就係 R 啦。跟住R3就因為加減乘除係淨係諗乘除嘅啫嘛，加減冇影響嘅話，咁依然都係 R 啦。咁第二嗰個咧，佢就係乘咗2啊，佢真係乘咗2，咁所以咧就2R，咁所以2嗰個係啦，2嗰個 option 都即係都啱啦。跟住之後咧3嘅話，如果假設個 V1 叫做 V 啦，咁 V2嘅話就會變咗做4V， 係啦 ，V2嘅話就變咗做4V。跟住 V3嗰個都係 V 啦，係啦，因為加減係唔影響啦。咁你會發現咧，即係第三個都啱啊，4V 係大過2V，咁所以咧1、2、3都啱嘅話就係 D。